无力的时候，有你成为我们的靠山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高台。只要我们信靠你，必不动摇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主，你是我高台，坚不磐石，我心靠你的不动摇。主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主，你是你的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你是真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高台，坚不磐石，我心靠你的不动摇。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你的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高台，坚不磐石，我心靠你的不动摇。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你的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是啊，咱的愿望就是咱的主，咱大家用主动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。我信上帝，万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温柔比拉多人来受苦，经世间死害上的荣辱。会使你对上中国，有你啊，全面的所以下面有这大家来根据咱正式表明经文第51篇，经文第51篇，经文第历史第17章，咱3角来写的。上主安尼讲，我个人，我个会死的人的归来，先离开上主这款人，要受咒诅。因踮伫旷野大树的所在，无人食起的盐味，因为亲像风波过大山的树，你到的时看袂到，总是信靠上主，专心倚靠伊的。你敢真无好气？伊即就树栽开伫水边，阮山到北沿着到也无惊。又完水，空干一年拢无破路，叫小的回去。来做好咱三角来创造。跳远离命远，随时帮助阮的主，阮来感谢你。
对天气的变化，你骨摆提醒阮，就来寻达你，国敬为你，对阮智慧的起头。因有你的保守，互阮大家通平安，骨摆自一日遮来敬拜你。阮拄着忧闷的时，有主你的神来安慰阮。阮伫困难的时，有主你的应允来信靠，阮就劳。阮行行失措的时，因为主你的正，互阮通伫黑暗中定心来记着伊滴。若是阮一路平顺，阮也着知，是因为有主你伫边仔陪伴阮。谢主，阮实在感谢你。停止来埋怨家己，无过来限，互阮的心犹原要有勇气，真实面对所要拄着的结果，互阮的过失得以彰显你的公义。主啊，阮要求你坚定阮所信的，互阮会通体会阮从伫人生内遐的不安甲孤单，互阮有信心，通用祈祷来帮助因。是啊，主，求你保守遐会遭有新冠肺炎影响的人，无论是持续奋斗的防疫人员、医疗人员，还是努力甲变作对抗的患者甲家属，你还是生活受到影响，却犹原去找找出路的从家甲遮的人。伫这个时苦楚的日，犹原通得到欢喜的心、平安的心、甲勇壮的身体。因为你应阮所存的意念是使听阮的祈祷，画面可能照所爱来得到发奖。主啊，阮知我靠你，才通成就你的。求阮逐人注意伫主的圣工，主的训练中有好的学习，伫团中有亲的体会，伫关怀的时有好的福音传播甲见证。来求保守遮个，因为事无所到，出外或者身体变痛，无法度用三角自治敬拜的兄弟，可以因为主你的名来平安，因为主你的快乐来坚强，也得到主你的恩典来得到平安。但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今仔日的聚会伫科罗斯的分享中。丰富阮的领受，也三通保守台南车院逐项事工的基地，阮所求的来立伫你的面前。求上帝平安，换过阮所想要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阮的心怀意念。